主后2023年3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在父甲天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30节。有一遍，有一个人来找耶稣，对伊讲：“老师，我着做甚物好事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你哪会问我好的事？只有一位是好。你若爱进入永远的活命，就遵守诫命。”伊问耶稣讲：“是倒一条诫命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毋通杀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着孝敬父母，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”这个少年人甲伊讲：“这个我一直有在遵守，还欠甚物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你若爱做完全的人，你去卖你的财产，分予善册人，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”少年人听到这个话，就忧忧愁愁离开，因为伊财产真济。耶稣就甲伊的门徒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好行人入天国实在真困难。我阁甲恁讲，骆驼穿过尖片，嘛比好行人入上帝国阁较简单。”门徒听到真着惊，讲：“若安尼，甚物人会当得到救？”耶稣注目甲因看，讲：“这个事人做袂到，毋过上帝逐项拢会。”彼得应讲：“我已经放下一切来缀你啦，阮会得到甚物？”耶稣对因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将来的新世界，人子坐伫伊阳光的宝座的时，恁缀我的人会坐伫12个宝座来审判以色列的12支族。为着我的名，放下家己的厝、兄弟姊妹、父母囝儿，也是残垣的人，拢会得到百倍的报赏，阁承受永远的活命。总是真济，第一个会做上落尾，上落尾的会做第一。以上。在父甲天国。甚物是你看做宝贝的事物？伫生活中，咱看做宝贝的物件，可能会愿意用高价来购买，就亲像有的人介意泡茶，就会愿意开较济的钱买好的地叶和较好的地区。有的人在意外表，就会愿意开钱买介意的衫鞋来穿插，也是愿意开钱买保养品来使用。有的人看重健康，愿意开钱买健康食品，也愿意付出时间来运动。可见，人伫家己看做宝贝的事物顶面，往往愿意付出时间、精神、金钱。伫马太福音13章44节，耶稣讲到天国的譬喻的时讲：“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，有人找着，甲伊牵起来，真欢喜去买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。”耶稣讲：“天国就亲像上好的宝贝，需要人用专心、认真去敲找，甚至爱付出、牺牲一切，才通得到。”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有一位青年财主来问耶稣，着做倒一寡好事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耶稣含伊谈论着，如果想要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就应该遵守诫命，包括毋通杀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的干证，着孝敬父母，着疼人亲像家己。
青年财主回答讲：一切诫命伊拢遵守了。伊若像认为透过行善做好事、守诫命，就通趁取永生。耶稣真有智慧回应青年财主：若是看永生、天国做上宝贝的事物，那安尼，你若爱做完全的人，你去卖你的财产，分予善车人，你伫天顶就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最后，青年财主却忧愁离开，因为伊真富裕，真显然，财主看重宝贝的物件是伊的产业，这个是伊上无法度割舍的物件。耶稣对财主讲：要达到更较完全的地步，就要照顶面的话来行。这所讲的完全，有专一的忠心和专心顺服的意思。这个青年财主无法度接受耶稣的话，伊虽然愿意自律，遵守所有表面的规定，甚至愿意做额外的代志，可是因为伊的财富，互伊无法度专一群对耶稣。耶稣所要求的是专心彻底群对伊，互伊做主，安尼的门徒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性命。对这个青年财主来讲，假使爱伫金钱甲耶稣之间做选择，伊宁愿选择金钱，最后只好随条送去离开。类似的决定也会出现伫咱的生命中。咱要选择家己所爱的事物，还是选择专心群对耶稣呢？当咱愿意选择专心群对主的时阵，就会发现耶稣才是咱生命中上重要的宝贝。亲像出名的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歌词中所提到的，我宁愿有耶稣赢过金银，我宁愿属耶稣赢过财富无边，我愿意有耶稣赢过土地，愿主顶分手引带我前途。默想，即在是毋是有影响到我群对主耶稣的决志呢？金钱是毋是有影响到我群对主耶稣的决心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伫人生真侪无同的决定呢，选择用你做首位，愿我的一生得你喜悦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